2025年11月13日，常年期第32週，星期四，主題：渴望看見耶穌。喺公元3世紀，偉大嘅神學家俄利根稱耶穌為在人中間的天主的國。不幸嘅係，法利賽人並冇意識到呢一點，佢哋企喺天主嘅國面前，反而問耶穌：天主的國何時要來？顯示出佢哋對耶穌、對佢嘅講道同埋事工嘅了解係幾咁少。耶穌所行嘅神蹟，潔淨麻風病人、驅逐魔鬼、醫治病人、使到死人復活、俾飢餓嘅人食物，本應使佢哋認識到天主嘅國就喺佢哋中間。但係佢哋期待嘅係其他嘅事。對佢哋嚟講，只要羅馬人仍然管理佢哋嘅土地，天主嘅國就係未嚟到。不幸嘅係，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問題。喺聖祭禮儀中，耶穌真正咁樣出現喺我哋中間，但係我哋中大多數嘅人並冇感受到呢一種興奮。政治同埋經濟先係我哋喺報紙嘅頭條新聞，亦都係我哋日常討論嘅對象。我哋中好少嘅人會意識到，我哋嘅彌撒藉着聖道禮儀同埋聖祭禮儀嘅感恩祭，使到天主嘅國就喺我哋中間。今日福音嘅第二部分俾咗門徒嘅談到佢哋渴望看見人子的日子來臨。主耶穌，你來吧，係整個聖經結束前嘅祈禱。呢一種想見耶穌同埋佢一齊嘅渴望，亦都出現喺聖保祿宗徒嘅書信中。佢希望睇到耶穌降臨嘅嗰一日，但係正如聖伯多祿宗徒喺耶路撒冷所宣講嘅，耶穌升天之後必須留喺天上，直到萬物復興嘅時候。再者，我哋當中有幾多人渴望睇到人子嘅日子嚟臨呢？我哋當中有幾多人祈禱講：主耶穌，你來吧。聖傳告訴我哋，基督嘅宗徒喺傳教途中，時不時就會停落嚟。當佢哋坐低休息嘅時候，佢哋亦都會聚精會神咁樣望住東方，仿佛期待住有人從嗰一個方向走嚟。聖若望保祿二世寫咗：天主的國不是一個理念，不是一個主義，也不是一個可以簡單理解的程序。它首先是一個有着納匝肋人耶穌的面容和名字的人，是看不見的天主的肖像。我哋又渴唔渴望見到呢一位天主呢？